啊，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，这张。爷爷在厦门当兵的，然后当兵退役之后，然后纵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，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。对。阮老公伫咧，伊清气，伊种猫阿站有王花钱，啊，甲伊无伫咧，我才有钱安尼哦。小淡薄纸片卖有钱，咁咧去共讨呢，安尼我赢，咱要饲个。我老公若搁伫咧，咱搁偌好咧。总伊一个有固定工资，人领人个人摕油钱，互咱分咱食。